今日踏入5月天，過咗立夏，所以已經係一個夏天，天氣都頗炎熱。今日而家溫度係都過咗30度嚇，體感可以去到33、34度。咁呢度呢就係大石磨嘅頂，咁啊標誌性嘅一支紅色嘅電塔。咁同埋呢度嗰個景觀係十分之開揚。喺我而家嘅後邊呢，就係望到成個深圳。咁而另一邊轉過去，就係香港上水一帶嘅地方。咁個景色係十分之靚。咁跟住呢，我哋就係沿住 ATAT 行緊而家呢條路，經過咗田片嘅鐵絲網，穿過去，然後呢就落返去下邊，再接過去後邊蛇嶺啊、鐵坑山啊嗰啲嘅山峰。呢條係一條好短嘅林徑啦，都係幾十米嘅啫。咁穿過咗之後呢，咁我哋就喺前邊落山，然後就離開呢一個大石磨。
過咗標高柱之後就繼續向前，就沿住個好清楚嘅路碑咧就落返山。大石磨過標距處開始，然後落山咧都有啲斜嘅，所以咧就建議咧大家攞翻對手套，咁啊落嘅時候咧就可以都捉下啲樹啊、植物啊咁。由山頂落到嚟山腳咧，就大約用咗35分鐘嘅時間啦，輕輕鬆鬆。咁呢度咧，其實就有一架51號 B 嘅專線小巴，就出翻去上水火車站。所以如果諗住輕輕鬆鬆行一個大石磨嘅話咧，咁其實嚟到呢度咧就已經可以等呢個專線小巴，然後就撤走。今日我哋咧就會繼續行落去，去翻蛇嶺啊、鐵坑山啊嗰邊。咁所以我哋就落咗山之後，就轉左手邊，然後就沿路落去再睇。打卡咯。
家咧，我哋就要落去，然後咧沿住呢度上去個山脊嗰度，就係上去鐵坑山嘅頂，跟住咧就沿路翻落嚟，然後咧就落翻嚟呢度，喺下邊呢個路口轉落去，再去下一個山。而家喺鐵坑山翻落嚟，咁剛才我哋就喺對面嗰條路過嚟嘅，咁而家我哋咧就喺鐵坑山落嚟沿路折返，咁咧就經過翻呢度，落翻去下邊嗰個窩位，然後就右手邊再有條路出去。OK， 咁呢度翻落去。喺呢個窩位嗰度，呢條路就打橫繼續前進。分岔路口走右邊。至於下邊嗰個標高柱就係一個不知名嘅山。